来看今仔我到哦，台南个高雄温度已经34度，也毋过要变天咯。明仔暗有方面晚间各地会开始落雨。今年虽然已经有几啊波黄霜雨方面，也毋过气象局长陈明典是表示讲，今年有可能拄到黄霜雨的异常年哦，黄霜雨无介济。另外，苗栗的鲤鱼潭水库去年的即阵哦，水量是甜甜，也毋过今年只有将近4成。虽然黄霜雨的状况毋知安怎，所以提醒民众真正得爱心水。天气烧热，走路真侪人拢惊雨伞炸日，因为今日的温度来到32度至34度，台南、高雄嘛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。气象局表示，到18早起，受西南风影响，规个西半部高温会升到35度，东南部搁较会有小风的机会，但是到暗时就会开始变天。所以在这段期间，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。那我们要提醒西半部跟东北部的朋友，留意一阵阵比较大的局部雨势。气象局表示，18暗方面来水汽变多，西半部会有局部地渐阵雨，也是雷雨。日一开始水汽阁会减少，即马已经是黄霜啊雨的季节，不过雨水煞无济。气象局长陈明典嘛伫面册表示，即马的黄霜啊雨有敢若无，可能是拄到统计上的黄霜啊雨异常年。啊，若水库的即时水情，像鲤鱼潭水库蓄水量敢若39%，比英国同期100%明显偏低。其他中南部水库真侪蓄水量嘛呈现红色欠水的情形。其实逐冬来的时间拢无共，所以有当时你会感觉讲，旧年伊较早来，所以水库就满；今年较慢来，你就感觉讲水库较低。其实这是正常的这个现象。水利署表示，只要伫5月底到6月初，水库的水位有豆豆回升，咱水的供应就较无问题。气象局嘛表示，自5月初到达，拢是较移动式的方面，所以带来的雨水量有限，当时会出现停留性的方面，后续搁爱观察。记者陈亚文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